遮地。来，16年8月14号礼拜日，上午5方有人讲，因确实听到数声大炮发炮的声音，若像是对南方传来。不过，阮啥物拢无听到。昨暗阮看到了往南边飘去的5方的大船发射几发炮弹，看起来是往着人的船只咧射击。两只敌人的便对篷船来经瓦郡南港岛所在停船，但是因为海涌真大，无法度伫遐来继续来停船，因此又搁航转去龙椅门去。因是对遐转来，因是对遐航来。海上的涌非常的大，因此即个港岛里的涌嘛真强大，地到船只拢袂当出港，也袂当来入港。这个情形难免造成代志的延前。虽然如此，迄个领港员将会伫个再来的暗暝特别设法来坐舢板出港，带几条批去遐交互靠先生。敌人利用这个风涌大强大。风涌强大，船只袂当出入港的时阵呢，拼死命你来顾着坚固的这个沙罗篱笆顾着伫个迄个河沟边，伫个木园后面的街路前，甚至呢顾着伫个南边甲市镇的各方面，试图要起甲真勇要用来阻挡阮，因继续不断伫个街路顶搬运茶帮甲材料。8只或者是10只上大的篷船对坡尾社头前航来到瓦郡即个市镇的所在地油条迄边，因甲4个或者是5个布皮拆落来。阮还阁看到下晡有8个机甲或者是10支的机子有一支军队对普美社被炸去迄个舰队上的死仔人被移遐，伫遐因甲迄寡旗帜徛起来，像因要等咧遐设立一个瞭望指挥所。下晡海上落雨，流寒冷的乌阴天，透南风，但是并无继续咧吹今仔日照常真庄重来举行安息日礼拜。沿岸 Zeke Platers 试咧要出港，但是因为这个海涌真大，互伊无法度出港，只好倒活转来，交互这个领港员要早去互迄位司令官阁下的批来勇务下。阮瞄准昨昏就会当来欢迎伊阁下来起山就岸，所以阮写批去，只是敢若想要会当及时送到伊的手尔，无形同加写。今仔日因为即个港岛的这个涌遐尼大此事又搁做正代志的延前耽误又搁袂当平安来入港。不过阮犹原期待伊阁下伫上早的较好的时机来入港来起山。并且期待留下事项，拿定好顶头的所有武器，以及肉、肥肉、厚酒、刀仔等等的物件，含迄只篷船顶所装载的物件，拢必须要转装到停伫河边的船只，然后要装上底层面，搁再航回去海上。因为阮看到迄寡船只要来入港，遭遇真大的危险。
万一因为强烈的天气，原上帝阻止这种天气发作，地球舰队必须要含离开这个沿海。安尼，迄寡船顶的士兵，就是在士兵的甲补给品要来抢滩的这个小船的船顶的士兵，可能会遭有着跨线甲敌人攻击的相当危险。若遭有这种危险的时阵，就必须要甲迄只小船拆细角，或者是甲烧细角，或者是互伊沉落。伫威伦河顶头的金池，请伊阁下派一个真细腻的这个保管者吼，以上确切可靠的方式对迄顶面甲联络来，转增到另外一只大船。阮非常需要水手，也真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主炮手，或者是共战处的人，也真需要一个捌好气的人，请尽量较紧派安尼的人来。就是社区要走迄个司令官啊，批啦吼，应该是船顶的司令官。8月15拜一，早起蒋奇官开门主动提议，伊愿意做一只舢板，落去前往北线岛的中间航道。对遐要去北线岛上较远的所在，就是东边的即个尖的迄个所在吼。对遐要用千里镜来观察着人伫台湾市定北平沿岸甲迄寡回归年有啥物动作，做啥物事工，做啥物工事等等。伊即个提议被符合了后，就重新出发。等于我郡北线岛的落座时阵，伫射无所的敌人迄只舢板发射2发炮弹，但是无弹着。即个科姆转来了后讲，伊看到敌人伫北方土挂的厝后面，而且附近菜5个或者是6个两堡，厝外无看到其他的工事。伫迄寡回归吼，根据伊所看，伊讲伊看到吼，伫迄寡回归徛甜的希腊人伫遐。下晡敌人对因所生产的两堡后面来北平发射了4发炮弹，那像是要阮表示爱好好考虑，毋通想要派船去迄到位啊。因今仔日又搁规工无用咧对厝呢，搬运茶帮甲其他的木料到迄寡回归，看起来因要爱固守伫迄位伫遐吼。今仔日规工拢是大蒙的天气，天空乌阴，有时落雨。即个港都要应真大，因此船只拢袂当来出港。迄寡舰队的船只还停伫南边的停船的所在，方向多变。暗时啊，敌人约有40-50人，早着3只舢板来北线岛面对即边的所在，因继续留踮遐，显然是要爱踮遐。是要爱踮遐对搁较远近的所在来阻止阮的小船出港，或者是要当作河船用来对付阮停伫厝地沿岸的船只。这2个可能性，阮拢准备好对策咯。今仔日阮2只篷船对南方起来，经由龙里门去赤坎头前来停船，伫普罗宾社迄边。阮看袂出有啥物变动，其他的所在嘛看袂出有任何变动。写好靠先生的迄张简短的批，阮加以补充关系到要前往庇护的代志等等。不过因为上述原因，也无法度送去伊的船遐。即张批包括如下的内容：如果因为情况危急，地主必须要带领率领舰队
项拢皮蚵，就必须伫皮蚵甲迄寡水桶拢装满水，并且尽可能早来做青叶蔬菜、果子、甲鱼，并且要甲所有可能会当摕到的小船，像壳仔船甲即个舢板，拢早来食，互恁伫咧遮会当派上用场。阮非常渴望伊阁下会莅临，以便商讨要派只船去日本的代志。此事为时已经真急迫，阮也共款真想要派船去淡水甲高雄。最后，伫咧接着进一步的消息以前，伊阁下是毋是要等咧即将来临的即个大阴的时阵，伫无知会通知的情形之下，必须要离开即个沿海等等。8月16拜二，即天有人落长。有机会。1961年8月16拜二这篇活动早起天光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做 Hendrick Roberts 的士兵上水来拿豆腐，对遐继续来到有伫个市碉堡，伊被带来野城堡遮以后，用口条论来叙述如下所以今仔日规篇拢是伊讲的啦敢若后面2段毋是今仔规篇内容拢是即个人讲的话Hendrick Roberts 是阿姆斯特丹人，今年4月的队长阿朵被派去兑换的士兵。去到遐的时阵，但是我看下对注脚这两个第一个讲 Hendrick Roberts 是来自阿姆斯特丹一个士兵，伊就离开国姓爷，伫咧8月16号逃往维兰野城，报告迄寡村社的状况。第二注脚是台湾的兑换，就是机器洽谈就是讲大军攻入去洽谈以后，阿朵奉命来带军队维兰野城堡去支援洽谈的荷兰人。此事是记载伫咧本日期1961年4月30号一条。我们倒来日子遮，去到遐的时阵呢，就是今年4月的队长被派去兑换嘛去到遐的时阵，伊含约60个我方的士兵突破敌人的攻击，进入普林社城堡。5月4号，电官甲国姓爷中间签订合约，了后伫咧5月6号，我方的人早就点到引信，整个庆祝的步枪，全部同齐撤出该城堡，并且伫咧迄暗被安置伫咧普林社市镇里。2天了后，所有因的武器拢必须交互敌人。就靠讲每8天会甲迄寡庆机拢交现因去切切，但此事并无如此履行，因有真侪人被带去迄寡旁船里，了后因就以普林社的
靠大诶所在和伊所毋知影其他理由，共我方真侪人，或者是大部分人分派去赤坎诶各处诶即个田园里去住。后来，伫咧5月25号，和其他3个荷兰人同齐对普罗米社被派去邮调，则去对遐坐一只舢板去龙里门，坐上篷船。伫遐有14只，每一只拢有14只，每一只拢坐有一个荷兰人的篷船。几工了之后，因就含一队篷船出航去大船 Graveland 号甲 Link 号遐，要去遐由即寡荷兰人5方的人来话话讲。一寡荷兰人当中有一寡人举白旗啦吼，5方的人来话讲，因为阮来射击吼，双方都莫射击，要来沿海来停船。伫遐国姓爷就会供应因各种急需的物件，并且会善待因。而且即寡篷船还阁方便袂使挖滚阮的大船来停船。有人安尼讲，所以即寡篷船呢，就航往迄只 Graveland 号。即个 Hendrick 所坐即只迄只篷船，就是领先航行的吼，航往的 Graveland 号。就安尼5方的人来话讲，5方的人来话，但是5方的人真紧就拒绝，并且随用炮弹回敬，因用同款即个方式回敬对即个国民挖过来的篷船，互真侪篷船顶的一寡希腊人被拍伤，或者是被拍死。因继续军岛迄2只大船，一直到暗时啊航转来罗里门。第二遍是伫咧数工以后，因又搁去含即个，因又搁去军岛即2只大船，一直军岛到打到附近，伫遐因为落雨失去了迄2只大船的踪影。即个篷船就进入打到海湾，伫遐停泊20天。好，继续读。以后因搁去打到一逝，迄时也伫咧附近停遐尼久，伊无看到也无听讲有迄一到位啊，敢有任何要塞。伊只当知影目前有3、4只篷船停伫咧遐，离放哨警戒。迄只快艇荷兰号航越遐，迄时虽然有几只篷船试图要去追赶迄只快艇，但是领先迄只篷船伫风雨中快速破离了，所以因就又搁回航进入海湾。对龙里门也有篷船想要出来追赶即只快艇，但是被大鹰所阻碍。后来即个有5只篷船军岛伊所坐的篷船，同时对打到出航。迄寡篷船装船了后，就航往新啊，要去遐载米转来。最后，伊经过真侪伫无共的篷船中间被调来换去的10万的情况的时阵，就是伊经过这个10万情况了后，就派去一只停留伫普罗米西亚甲台湾中间的水道顶的科仔船。迄只科仔船和其他的篷船呢，同齐伫遐担任警戒任务。
迄时伫遐伊嘛想，伊其他真久的计划会当安然进行咯。就像伊非常幸运来达成，来达成安尼，伫咧午夜或半暝吼，伊确定逐个拢困了后，就点志来旋入出伫船外吼，对遐游泳来到五大峰的古队来起山。然后再继续前进，到有着一条尾的云江。郭姓爷目前含伊的某伫老伫咧坡米社城堡里，遐拢无士兵，即个有规啊加布用人。迄个城堡已经完全无大炮，但是四周等于起一堵壁吼。砖仔壁，迄个砖仔壁上头前的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迄个马条无啥物改变，迄个天衣就真趴远去啊！郭四爷，你是含伊的某，含伊的某即个复数吼，含伊几个某吼？留伫迄个定义呢，暗时啊就留伫迄个城堡呢。伊真经常由伊的官员陪伴，因的衫大部分拢是黑色。后来人大部分拢被分散伫北边的村舍里。关于此事的特殊情形，伊无啥物会当甲阮讲的。即个来讲，伊要甲家己的某囝、某甲即个物件拢同齐砸出去。早起，然后一寡人去南部，其中也有几个牧师甲其他的人，有个结婚的妇女，因是本地人，还佫住伫坡米社，因的丈夫拢去内陆咯。内陆下底嘛有注脚讲，即寡本地妇女的丈夫梁下位，就是应该是VOC 工作的荷兰人，甲其他的欧洲人。即个人属于半导航的比例啊，所以被分派去北边或者是南边的村舍，含迄寡本地迄寡本地妇女被留落来，无依无倚，地搞生活困苦。刚才爱困，芭比礼拜啊，哦好 ，OK， 欢迎。哎，大家多谢。迄个马条无啥物改变，迄个停衣就真趴远。可是啊，你是含伊的某留伫停衣里，暗时啊就留伫城堡里，因啊常常由伊的官员陪伴，因的衫大部分是黑色。后来人大部分拢被分散伫北边的村舍。关于此事的特殊情形，伊无啥物通甲阮讲。即个来讲，因甲家己的某甲物件拢同齐砸去。也有一寡人去南部，其中也有几个牧师甲其他的人，有个结婚的妇女，伊是本地人，也住伫坡米社，因的丈夫拢去内陆无。即寡妇女生活过了真善巧吼，因为无人供应因任何需要的物件吼。去内陆是啥？即寡本地妇女的丈夫应该。你想应该可能是 VOC 工作的荷兰人，或者是其他欧洲人，即寡属于导航的即个痴情吼活力，所以被分派去北边或者是南边的村舍。迄寡本地妇女被留落来无依无倚，一直地搞生活穷困吼，生活艰苦啦吼。第三注脚。
地方官 Valentin Philip May Blomer 一个牧师，根据伊咧用讲是 Linders 牧师 ，Jonas 医生和另外一个医生代理地方官 Cotton Birch 是个写法。第四个主角 Jonas Jacobson 是伫 Provincia 的医生，伊和土地签约书美以及主任医师 Ananias 是希腊人攻击迄个岛屿的期间，为派驻伫赤坎里被国际人留性命落来的纽西公司的职员，1662年5月因涉嫌来撤离。伫作战期间，医生 Jonas 被希腊人来协迫，继续留在咧赤坎来医治伤患。哇！这是第四个主角吼，来继续讨论。地方官 Valentin Philip May Blomer 一个牧师，根据伊用就是一个 Linders 牧师啊，Jonas 医生和另外一个医生代理地方官 Cotton Birch， 以及几啊做帮手的士兵，也住伫 Provincia， 伫迄个维库乐队或者是附近有一位医生和一两个士兵，当咧遐有两炮。踩伫炮架顶的大炮安置伫 Provincia 城堡下面的海边啊，有12门或者是14门大炮放伫涂骹无爆炸，也有无爆炸。你是无爆炸也无炮架哈，个对来。地方官Valentin Philip May Blomer 一个牧师，根据伊咧用是 Leonard 牧师，Jonas 医生和另外一个医生代理地方官 Cotton Birch， 以及几啊做一个斗相共的一个士兵，也住伫 Provincia。是 Jonas Jacobson， 是伫 Provincia 医生，伊和土地签约书美以及主任医师 Ananias， 是伫希腊人攻击迄个岛屿的期间，为派驻伫赤坎里被国性命留落来，不利用是职员。1662年2月，因获得释放撤离。伫咧作战期间，医生 Jonas 被希腊人协迫，继续留伫咧赤坎医治伤患的吼。David Cotton Birch 中士1661年伫 Provincia 做过地方官的代理地方官，但是和地方官 Valentin 侪人同齐被流放去金门。这第4条、第5条。第5条讲代理地方官 Cotton Birch， 以及几啊做斗相共一个士兵咧，也住伫 Provincia， 也伫咧迄个维库乐队或者是附近一位医生和一两个士兵，然后当遐有两门炮架，有两门踩伫炮架顶的大炮安置伫 Provincia 城堡下面的海边啊，有16或者是17门大炮放伫涂骹，无炮架。顶一个礼拜5甲礼拜6是伊伫 Provincia 最后一摆。迄时看到地方官Valentin最后一摆对城堡落来，行去伊的厝的，
行去伊诶房屋，但是伊来厝住的就是间北汉以及个东坡高谈。迄个东坡来讲，对这电歌的道人听讲，国师爷捌来过，电歌。我听起来，我实在是太爱困了。但是来厝住的前一天，捌含一个东坡交谈，迄个东坡来讲，对电音歌的部人听讲，国师爷捌来到电音歌的厝，看见电音歌坐伫一只椅仔顶，电音歌看见国师爷来，就徛起来恭敬来请伊坐落来，但是国师爷命令伊继续坐到迄张迄只椅仔顶。叫人搬来一只共款的椅仔，放伫电音歌边啊。坐落来了后，就问讲，伊对即歌前来的存在想法是安怎？是为作践而来，或者是为着其他目的来的？对此电音歌回答讲，迄歌一定是建存。如果讲迄歌建存是要来解救因的，对此国师爷看起来是相当即个失志啦吼，沮丧是安怎讲？沮丧。物质。物质对了，物质了。1973 MV 直接牺牲。互人失志。无味的人，还是物件，失志无味，是啥物意思？失志早无味，要看无？庆幸，好，对此国师爷看起来相当迄个有准吼，变甲真无共吼，就是救兵来嘛吼，荷兰人会救兵吼，但实际上咱嘛知吼，最后无成功。伫一般的士兵当中呢，有真侪人对此纷纷惋惜吼。伊毋知因对此的感受如何，迄寡胖子随被减收起来，失去了胖的重新做起来。有8只到10只胖船停伫台湾甲赤坎中间的航道中间。迄寡新仔士兵大部分是为了去开垦迄寡新的农地，特别是对福尔摩沙人所收集的粮食，迄个福尔摩沙人每5束稻啊，吼，就爱交3，阮是袂讲束啦吼，阮讲杀吼，丢杀吼，迄寡福尔摩沙人5束稻啊，就爱交3束互国师爷吼，因现在为此伫迄寡村舍里无用伫收集。较早过来吼丢杀，但是我会记咱毋是都在杀吼，因讲走抓去。我搁做看觅袂记啊，第7条。
瘧吼。一瘧两瘧呢？恁讲瘧去咯？阮讲瘧。我听你讲。对啊，这较早有看到吼，讲一瘧两瘧，就是迄像形瘧，结果我已经袂记哦。早袂记，因为我自细汉拢讲丢杀，但是这无书店无收即个音吼，丢杀。好，来倒来第几章吼？讲迄个三五杀人吼，五杀爱交三杀吼，国是啊，迄抽接单吼。因即嘛为着即寡吼，伫迄寡村社你无用去收集收册吼，伫车坎你即甲迄家有啊，根据伊所看到的，差不多咱无士兵。关键的此事菲律宾的先生伫3工前捌含其他荷兰人讲起，伊讲伊只要有700个荷兰人就咱赶走国是啊，甲规个所在摕来交尊贵公司，并且讲将未有个比现在更较好的机会，应该伫7月间内开始行动，因为迄寡士兵拢渡过河川，分散伫迄寡村社呢。现在因为河水关重，掣流吼，因无可能会真紧就渡河转来吼。南京4月里推行进展，但是究竟进行进展的情形如何，是顺利也无顺利，伊拢讲袂。毋知啦吼，讲袂出来。有一寡老的时仔居民吼，对着迄寡农村变质物资缺乏的时代，又搁严重饥荒，非常抱怨吼。但是呢，即个呢，书底下你念的吼，抱怨到底你complain呢？到底是伫？我找一个吼，伊是老海尔，毋是无钱哦，买那海就对了吼，海。甲吼，伫遐咧甲嘛是会使啦，对啦，甲，国安无用吼，甲叫吼，甲潲，即错话来即狗我都毋捌听过，狗第8条吼。真错，靠背吼，这是没弄奇怪，这没弄啊，没弄大英书店吼，写一寡错的，因咧靠背吼，靠背靠我，头家咧靠母，靠背靠母吼，拢相关，泡完吼。直接翻，就是我直接念然后跑完吼。我弄这个跳歌。大华锁顶书店海餐吼，险苦甲吼。豆吼 ，complain， 豆海产吼，甲吼，讲咧对即个农村变质物资缺乏的时代，又搁严重经非常因为即条这形容词袂使用动词嘛，抱怨本来是动词嘛。非常就是不满嘛吼，因讲以前伫遐真快
生活趁钱真快但是现在啥物拢无咯，也其他人用侮辱的话来辱骂来笑五方的人因你夸奖，国师也会认主讲。伊无甲阮拢总台视等等，有真侪福尔摩沙人定去普比社去买因所需要的物件，厝外关系到即寡人的其他代志，拢无通甲阮讲，无啥物通好甲阮讲。国师爷执法严厉，这情形伊捌看过侪摆。其中一个情形是有两个福尔摩沙人，根据因伫春城里或者是春城外口拍伤或者是拍死人，因厝被绑伫茶帮顶头，用铁链绑掉因的红棍，无爱互物件食。除非有人同情因，互因啥物物件食，其中一个人甲即个铁链踹动逃走，因此因就被处死送仙。因是啥物人？翻译员 Johannes Juvendo 和另外一个少年的学校教师伫中国月7月被钉伫特别的十字架顶，用铁钉钉勒过因的手甲脚头趺，并且用一个叉起来拴住他们的背部，木栓拴住他们的背部，这什么意思？然后娃娃伫地灵馆的厝头前，伫五方家己人摕到这个出鞘的刀，看守之下，出鞘，这个鞘要起啊，这个有怎个早个？烧小秀多秀多小，伫五方家己人摕到出售的刀仔咧看手之下展示互人看，安尼3-4天无通食无通啉，就安尼死去。因安尼被处死的原因，听讲是因咧煽动原住民起来对抗其他人。不过这件事因到最后拢坚决否认。伫普里社的迄寡厝里，还佫有一寡新仔士兵驻军伫遐，伫油条遐也有驻军，但是人数真少。根据伊对另外一个荷兰人所听讲，迄寡驻军只敢若伫遐驻留一年。若是大炮，遐应该是有，伊拢无听过有人提起。对伫台湾迄边的情形，伊无啥物通甲阮讲，因为伊无去过遐。不过也是会当吹信。伊咧讲啥？即个荷兰人是对车看来台湾遮，是要讲啥物台湾的情形。不过也是会当吹想，讲因伫遐咧建造真侪工事。伫阮的舰队来到华比迄一天的暗时都有150个士兵被派去迄个台湾遐。迄寡行李处队的旁船，伊认为通常是航转去西那，伊无看见有载走任何的士兵，也无看到载来任何的士兵，只敢若看到对西那载来真侪富人人，伊无听讲会有旁船对西那来增援敌军。即个听讲会有一寡旁船载米前来，一斗米约10斤，爱支付荷兰盾60-70仙。但是偌久以前有一段时间捌卖到100，或者是110仙。现在有钱就会当买到米，但是要爱偌济，要爱偌济就买会到偌济。但是咧，迄寡敌军的士兵却是忍受着欠缺米的饥苦，因为因一个月只敢若领着3斗米，就是比以前佫减领1斗或者是2斗的米，而且因拢领袂到任何的副食
副食品啦吼。以前因除了米以外，还佫有1个月吼，领着1年份的即个薪水，但是现在只领着100钱。此外，因伫即2个月中，啥物物件拢无领着，因甚至拢欠3趟穿。对此，因已经心内真急的吼，而且呢，当因想着将来的前途，因就真烦恼。惊吓起来，因为因讲因将会对因的王，就是国师爷爷领袂着金子，领袂着衫，因伫咧时仔比伫遮过了更较好，肉仔试过拢看袂着，肥肉现在一斤啊20仙，因幸福的啥人，就是当地居民无啥物无共吼，因拢爱甲迄个数量真少的米指正糜来食。为着要食较饱，因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家己去找物件食。即种欠客食物的情形，大部分的人拢是归咎伫河滨，归咎即个咎要哪读？救就是救吼，灾祸收为价，得罪吼，即拢是救吼，过失吼，嘛是救吼，归咎吼，甲里顶修这个书归咎。将随归，就将谁归啦？这是文言词啊，讲做要归什么人来担当的吼。同于导师都有修正。这个大部分人拢归咎伫河滨，这个河滨住伫埔尾社迄边的一间细间厝啊，完全无关系。和迈哥当作伫诉还担任翻译的工作，关系到迄寡显贵的官员备台之事，伊无听讲过。不过伊有听过一个队长备台吼，因为伊伫对阮的船只作战的时阵，无按照要求完成任务。关系敌军伫时仔前方以及和塔丹人的状况如何，伊拢毋知。伊最后一次伫旁船顶，捌伫埔尾社岸边为一个高贵的人，就是国师爷的生日，装扮喜庆的这个装饰吼，装饰。这个饰另外一个袂记啊。明明前几工我查过吼，装饰吼，装塔。此外，因对这个喜庆的仪式非常的欠吼，来甲伊放过去吼。国师爷一个兄弟啊，对时仔同齐来处对岐山，伊所做迄只旁船。捌荷兰人美丽射击，对阮迄寡船只会到遮会抵达啦吼，因的表情拢非常无好。伫农业门并无设置长期性的防御工事，迄只跨线巴达维亚来的旁船无被保存落来，已经被围杀、被放杀啦吼。船顶所有物件对迄当阵就被陆续搬落来运走。关系到伫南边的荷兰人，伊和阮相像，拢敢知影讲，知影讲迄寡荷兰人也游玩伫避难，因甲一个避难留伫咧南边，迄个避难伫遐无物件通食，最后夭死。后来捌有几只旁船去过遐，去个避难遐啦。伫
伫这战争开始的时阵，听过有人讲，因打算一旦来攻击台湾，就要随派一支军队去互淡水甲高雄。后来听讲此事要延前到有更较侪军队对西南来遮，但是伊看袂出有任何迹象显示会派兵去遐。阮伫北边的荷兰人，因为电影官马仁庆写予因的批，答应因将受良好的欢迎、款待等等的条件，所以对北边来到洽谈。因对此真侪摆伤心来咧甲讲，迄时真希望无受到迄张批，安尼因已经按照计划前往高雄淡水咯。虽然迄寡妇女和儿童也会使互因前往高雄淡水之行遭遇困难。有10个或者是有10个到12个荷兰人，包括学校教师甲士兵已经去到遐。妇女是要前往内陆上麻烦不便的人。前一阵仔有传言讲，电影官马仁庆将会被送去西纳，但是伊犹原留伫遐，伊也阁有拥有伊全部物件，就像伊5-6工前去伊遐时亲自看到，安尼看得出伊有任何变正无好的改变。以后犹原由荷兰人咧服侍。东坡美社社报交互国姓爷迄一边了后，因随甲大炮对迄寡拍的炮弹甲伊吹送过去社报的外面。事后因将迄寡拍破的炮弹，搁再甲伊踢起来吼。因嘛甲所有的武器甲其他的作战用具，包括约1000到1500磅的荷药，拢搬出去甲伊社报。即寡物件拢被摕去台湾使用。台湾因即个拍算要断绝流失，必须导航，无拍算要攻城。有谣言四国的流传讲，就是因捌来到即个城墙下，但是不得不又搁退兵转去。伫坡本社迄寡处理各种的杂碎甲物件拢买会着，包括着鲜仔麦仔酒，即种麦仔酒一盎卖7斯杜伯到8斯杜伯，歹势。也看到有真侪官服挂伫遐咧卖。逐个认为迄是因为伫遐有真侪军官甲大官，因需要真侪钱来供养因的妇女、因的妇人囡仔等等，家仆含即个随从，所以甲官服摕出来卖，因公然表现因的残忍的行为，抑阁强迫荷兰人必须伫在场观看迄寡残忍的行为等等。荷兰人所有的奴隶拢被国姓爷派去作战，也有一寡含即寡奴隶共款的人。共款的人种，含国姓爷对下门来到遮，马因想讲伫遐约有150匹，包括因伫厝地所找到的，以及因对西南所找来厝地的，即寡马广泛分散伫陆地上各处。关系到新长官会突然前来厝地，因拢知影甲真清楚，伊毋知影因是对倒位来知影即寡事。对厝地所逃走的一个荷兰人，受到西南人真好的款待，伊被安顿伫即个坡本社一个房屋里，和西南人住做伙。伊一去到遐，就四过讲，阮即个城堡内底又搁欠米，又搁欠茶。伊拄则挖考过去的时阵呢，有一个国姓爷老的黑人士兵指责伊对基督徒迄边盗口异教徒的罪行，将会受到报应。即阵时，即个可恶的人去甲国姓爷讲，因此国姓爷就下令要处死迄个黑人。不过因为真侪人的求情来得到了赦。有一个英国人也为国姓爷来工作做医生，伊伫下门和一个西南妇女结婚生几啊囡仔。根据伊所知影，伫台湾市场里无荷兰人来过，更加无荷兰人被用来敌对阮。即个人伊赤身裸体和即寡
因为即寡中型的工作，而且因为伊是第一个倒转来的荷兰人，所以阮赠送伊5厘的现金，一顶乌帽啊，5尺半，品质一级的第一级的即个车门布，一双帽啊，一匹印度单色棉布。这以上落长就是迄个荷兰人讲的即寡代志。对即寡情形看起来，显然万能的上帝是要借着即寡消息来，互阮振作起来，就像互人起死回生安尼来帮助阮、鼓舞阮。敌人的前途已经指往衰败的方向去，愿即个万能的上帝互阮一切幕福。上午看起来天气将会平静落来，即个感到嘛无像前几工安尼应遮尔大。即种天气的转变，伫迄寡船只顶的人嘛拢注意到咯。有5只船，其中2只是小船，伫上午9点对迄个舰队出来，即个港道航来，若想要来入港，但是要入港目前也游园无可能，因为海涌还阁冲击甲真悬，所以 St. Peters 也因为即个强大水啦，也毋敢落去出港。上述迄5只船伫即个港道附近趴定停船，对此阮感觉真奇怪，尤其是无料鱼，就是讲因伫咧港外嘛一定看得出来，目前因迄5只船的任何人拢无可能来入港。迄5只船中有2只各发炮一响，用这2响炮声要来甲阮讲，因伫咧听候领港员对陆上去赢，但是阮无法度派领港员去。随着时间过去，天顶又搁乌阴起来，阮为着即寡舰来港外的船只愈来愈烦恼起来。尤其是因为因拢停伫遐尔啊瓦群岸边，一旦透西风，因就会枪毙赶入去即个长鱼人啊内底的鱼群相像吼，一阵鱼相像吼。因此咧，为着要互因会当行离开岸边，又搁要指示因，又搁爱指示因袂使去偏湖。对此，阮只敢会当释放拒绝的信号。阮对荷兰迪亚是用灵宝甲格兰德云灵宝发炮6响，但是因对即寡炮声却完全无反应。下晡2点，海水退落，开始咧退流啦吼。领港员就炸着阮消防司令官的批，直接3板航往港外去，伊去到迄寡船遐了后，迄寡船就天旁海上迄个舰队航去，阮也着放心咯。3点的时阵呢，又搁无真侪雨是风轻轻啊对西北风吹来，阮希望即个西北风将会互海水平静落来。伫即个市镇里，因继续无用咧搬运茶帮甲2帮去岸边。好，8月16读煞吼，记得哇，读超过树荫即篇也太长诶吼。好，8月17，明仔再要讲啦吼。感谢各位捧场啦吼，我要来关房。这事儿就算了，别提了，没什么意思。提建压根不可能干成。